啊，这本好料日记，真正是一本宝贝呢。这几天我读了足济摆的，唔但认捌了好食物，而且嘛会晓料理的方法啦。乐乐，顶工我来煮互你食好不？好啊，那阿虎姐姐，你要煮什么给我吃？煮鱼啊好啊，因为台湾四周围拢是海，海产上丰富啊，而且鱼啊嘛会当用煎的、用吹的，也是会当红烧、煮汤，更有沙西米。哦，我全部都想吃，我也请康康一起来吃。好啊，乐乐，而且阿嬷的第4张图我已经找到答案哦。是什么？话先莫讲好头，佮继续对着阿浩姐姐脚步来找好料的日子内底好食物。今仔日咱要来食啥物？好，啥物物件好？我是讲恁点了好。哦，恁真内行哦。啊，歹势啦，我闻到这好食物的香味哦，超过欢喜啊！强强袂记这咱无熟悉哦，我这个歹习惯哦，一世人改袂过来，真爱哦。阿伯，我发现你甲好水岛、海水岛生了足像的呢，而且嘛对料理遮尔痴迷，还是你是因的亲情？无毋对，我就是因的爸爸，好片师，上爱片这好食物的香味。啊，难怪一直遇到。既然遮尔有缘，恁这顿我请。啊，恁有闲哦，才来找阮好水岛甲歹水岛的佚佗。好皮生阿伯，你唔免甲阮请啦，还是你会使替阮小解这项料理？啊，这简单啦，你这间店哦是卖这项手路菜起家啦。咦，什么是秋肉菜啊？就是卖了上好、上有特色、上会使看出师傅功夫的招牌菜的意思啦。啊，这第一代头家哦，原本是咧摆路边摊，啊，因为哦，迄兴趣钓鱼啊，有当时哦，这鱼啊钓了伤济，啊送朋友也送袂了，啊，家己嘛食袂完，就想讲哦，甲做这个三哥鱼头来卖，哦，想袂到，笑到抓袂掉呢，就安尼变做因的招牌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沙哥鱼头内底除了鱼头、鱼肉，其实上赞的是这鼎沙哥菜。这内底会放炸过的三层肉、木耳、豆腐，佮会掺蒜头、番仔姜、葱啊、虾米，另外就会加水、加白菜、甲豆皮拢总放落，上尾啊，就爱放特别制作的沙底。哦，好大的鱼头，要怎么吃啊？这鱼仔的脆皮肉哦，上油上好食。来，你食看卖。哦，谢谢。真的好嫩哦。啊，你若教，这鱼仔的目睭嘛真好食哦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的眼睛已经很好了。哎，你们看，这间店好漂亮哦。哦，乐乐，啊，你毋免食这鱼仔的目睭，就笑甲你讲安尼。这间店哦，是用迄旧厝来去改，啊，外口这条街仔路哦，嘛阁有足侪旧厝的呢。哦，我嘛有注意到呢，这几天有真侪少年家拢会转来故乡做工课，而且嘛真介意把这旧厝重新改造足水的店面。啊，好平生阿伯，你的后生好喙斗甲歹喙斗，敢是嘛转来故乡做工课的少年家？对啊，所以我逐摆吼看到因这个少年的，我拢足欢喜的。真正是足感动的呢。这道我转来家己，嘛是因为阮阿嬷的好料日记。对啊，阿嬷的美食日记就剩最后一个找不到了。
好料日子，那呢，敢会使提出来我评看卖？当然嘛好。好评赛阿伯，赶紧替阮评看卖上尾一张图的线索。什么？就棒的呢。我看吼，咱也是赶紧食这沙哥鱼头较实在。食饱真好食。接落来要教大家今仔日的台语词：砂锅鱼头、沙哥鱼头、沙哥鱼头、拿手菜、手路菜、手路菜、招牌菜、招牌菜、招牌菜、路边摊、路边摊、路边摊、夜市、夜市、夜市、好鼻师、好鼻塞、好鼻塞、内行、内行、内行、钓鱼、钓鱼啊、钓鱼啊、脸颊、脆皮、脆皮、故乡、故乡，故乡。大家敢拢学会晓啊？乐乐，我改变主意啊，我要来煮别项菜。阿虎姐姐做的我都喜欢吃，但是阿虎姐姐要做什么菜啊？阿嬷好料日子内底每一项料理拢足好食，不过我想要来煮一项阿嬷定定做互阮食的料理，互恁试看卖。哇，好期待哦！乐乐，定抓搁继续对着阿虎姐姐脚步来找阿嬷好料日子内底好食物。好。